既然我哋係希望學生能夠終身學習，咁樣作為教師亦都應該係能夠終身學習。咁樣教師發展日就提供咗機會俾老師係去學習點樣改善教與學。通常學校係會安排 STEM 培訓，讓教師係可以學習點樣喺課堂上面應用呢一啲知識，亦都有一啲交流同埋合作嘅活動，等教師之間係互相分享同埋交流成功嘅課堂經驗同埋心得，更加會有一啲我哋叫做減壓嘅活動，係令到教師喺沉重嘅壓力之下係得以放鬆。換句話講，所有嘅活動目的只係一樣，就係要促進教師之間嘅合作，進一步係提升教學嘅質量。教師發展日嘅主題係可以多種多樣。面對唔同嘅學校同埋教師，我哋係建議咗幾個寓教於樂嘅國內2日教師發展日行程，包括呢一個中醫藥養生嘅同埋教師探索團。呢個就係我哋建議嘅行程，裏邊嘅內容我哋會喺後邊係作為一啲簡單嘅介紹。當然，學校係可以依照自己嘅學校嘅要求嚟到係作出適當嘅修改。呢個培訓營舉行嘅地點，我哋係選擇位於惠州市龍門縣嘅一處溫泉度假區。揀呢一度作為我哋嘅營地，係因為第一，佢係鄰近香港，所以花喺交通嘅時間就唔多啦。第二就係場地係封閉嘅，所以係安全。第三就係呢一度嘅區內嘅電離子濃度非常之高，所以空氣係非常之清新。呢一度係位於鄉郊，周圍嘅綠意係令人心曠神怡。由於冇光污染，所以晚上係可以數下星星。佢嘅設施係齊全，包括咗課堂要用嘅會議室啊、拓展活動基地同埋設備。而最重要一樣嘢，其他嘅酒店冇嘅，就係因為喺呢度係能夠享受溫泉。龍門縣係一個旅遊市鎮，所以嗰度有好多嘅酒店可供選擇。學校係可以入住5星級嘅酒店，亦都可以入住3星級平民化嘅酒店。呢個就係入住度假村嘅全景。喺上天然園區裏面係有中國畫院嶺南創作基地同埋龍文畫博物館，咁樣住客就可以接觸得到中華民間藝術。中國人浸溫泉已經有好耐嘅歷史㗎啦，而龍門縣更加係得天獨厚，擁有天然嘅溫泉泉眼。上天然嘅溫泉浴池通常都係戶外嘅，分佈喺一個小山頭上邊。呢啲浴池好多係分別係加入不同嘅藥材，增加佢哋嘅療效。更加會有一個浴池係養咗一啲土耳其嘅魚仔咁樣，進行一個我哋叫做魚療嘅浴池嘅。中醫養生嘅概念其實係建基於中國古代哲學、醫學同埋文化。第2日嘅行程可以係與龍門縣文理局交流，咁樣就可以直接由當地人嘅口中知道龍門縣嘅旅遊教育資源。好多嘅知識我哋會發覺係冇辦法從書本度，甚至係從網上係得到嘅。
惠州係因為東坡嘅緣故而天下聞名，但係其實惠州本身就係一個歷史名城，佢嘅文化底蘊係非常之深厚嘅。我哋係可以從惠州嘅龍門縣非物質遺產嗰度已經係顯示咗好多惠州本身嘅文化背景㗎啦。第二個課堂係可以講食療，因為食療就啱啱可以係呼應翻第一節所講嘅中醫養生。另外亦都可以係認識一下茶藝，因為茶藝係中國文化嘅一部分，更加咧係可以係減輕同埋紓解人嘅精神上面嘅壓力，一個好好嘅一個方法。